群主，快啲過嚟幫我掹咗條白頭髮佢，好醜啊！我問你啦，你點解要掹咗條白頭髮？醜咯，顯老咯。係啊，咁但係你嗰啲頭髮最大嘅問題係咩啊？你啲頭髮係稀疏到不得了。如果夾硬掹一啲毛髮咧，你係會好容易得到毛囊炎噶。咁你每一條頭髮其實都會有一個毛囊。咁如果你長期咁掹佢咧，會發炎啊！嚴重嘅話咧，可能會成個毛囊廢咗。好閒啫，一個半個毛囊。但係你錯啦，一個毛囊我問你有幾多條頭髮？唔知喎，我架底嗰啲一個毛囊有幾條嘅喎。係啊，咁頭髮都係一樣噶，頭髮都係一樣啊，最多有4條，一個毛囊有4條頭髮，少嘅咧1條。咁你諗下啦，如果你掹嗰條白頭髮，即係嗰個毛囊有4條頭髮嘅，咁你又好容易咧就搞到一唔見就唔見咁4條咯。咁你傷唔傷得起先？已經係冇幾多噶啦。今日我叫你個女幫我掹，佢掹咗條黑嘅出嚟，我咁樣想打。如果你真係好介意咧，你攞把鉸剪過嚟，我幫你剪咗佢，只可以咁。咁佢繼續生嘅話都係白色嘅喎，係嘛？唔一定噶。如果你嗰陣咁啱嗰個毛囊嗰啲黑色素補充翻，或者你個毛囊本嚟係就係健康嘅，咁佢黑色素補充翻嘅話，咁佢咪變翻黑色咯。所以你見有時候啲頭髮咧半邊黑啊半邊白噶，係啊。咁所以佢唔係話一路都係白色。喂，咁你快攞把鉸剪嚟幫我剪下佢啦，呢度啊。